Girl that's looking back at me， 无法控制的情绪，你的美丽谁在意 ？I don't know it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欣彤，我是美心同盟会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又美又萌的欣彤。嗨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少女闺房。我平常有在直播，然后有接一些通告，然后有打工。我是在咖啡厅，我会拉花。你每个月花多少钱在直播上面？我觉得这要看我心情哎，有时候心情不好就花比较多，其实都花啦，大概7、8千跑不掉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？我喜欢什么颜色吗？我喜欢5颜6色。通常买什么样最多？买穿起来会让我三神动人的衣服。那多久整理一次家里？我觉得整理房间这是一个也是看心情的东西。我就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，所以心情好会想整理，心情不好也想整理，就是看心情，要选日子。那衣柜部分多久整理一次？衣柜部分多久整理一次？其实没有固定我爽我就会整理。那你猜一下，你今天会清出多少衣服？应该可以清出个50至70件，跑不掉。可以唱一首歌。好，马上来。Girl that's looking back at me， 无法控制的情绪，你的美丽谁在意 ？I don't know it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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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I don't know yet。欢乐的时光过去了，现在呢要正式来整理我的衣柜了。Come on, let's go。짜잔！后面这是我的衣柜。来，现在的衣柜是一个很简便型，没有门，因为我家徒四壁，没有乱讲的啦。好啦，就是一个北漂的青年嘛，好青年就是要轻便为主，所以这是我的衣柜。好，那我现在介绍一下，大家看到这个，哎呦，这要掉下来了，对不起哦，我塞回去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大家看得出来吧，这就是下半身穿着，所以里面有裙子啊，有裤子啊，全部塞在这个地方，非常满，满满的。然后在旁边这里，上来一点点，看一下，这边是我平时的一些衣服都放在这里面，然后我都会很习惯把它折好叠在一起，这样子，这样会比较好找衣服。然后下面的话有一些像鞋子啊，然后这个比较挡起来一下，这是私人衣物啦，我知道你们想看。好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很显而易见就是外套，外套就会挂在这上面。因为呢本身没有什么抽屉式，所以就是先都挂在这边这样。那今天有一个任务，为什么？因为最近冬天来了，对，就是天气变冷了，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些衣服。那像我自己本身的话，因为我有录一些节目通告，然后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这种工作呢，它的衣服比较会有规定，所以就会特别去买一些这样的衣服。所以其实我很多衣服都是穿1次而已。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哪些衣服是我穿1次就已经被我这边保存着的。Go！好，这个叉叉，这个叉叉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整理我的衣柜了。今天我准备了3个纸箱，有一个呢上面粘着一个是圈圈，然后中间的是一个三角形，还有一个叉叉。那这分别代表什么呢？叉叉就是不要的，
三角形就是我在想，这个可能还会再穿到，但好像又不会穿到，还在犹豫当中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圈圈，圈圈就是我个人还想要再穿的衣服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整理我的衣柜，爆炸了！哇，有这么多的衣服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哎，有这个呢，我有这个呢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Pick me, pick me, pick me up 不然就是什么好玩的偶像周边应援 T 恤，这个先暂时留着，这个好像有点纪念真的，但是我在韩国买的。我那边 pick me, pick me, pick me up 好啦，这个先三角形先留着，这有纪念价值。哎呦，泫雅风哎，泫雅风的上衣，我好像只穿了1次而已，在我出国的时候穿1次而已。对，这个可能还可以再穿一下三角形，好，三角形。这个是一个很素很可爱很少女的粉红色上衣，这个不要好了，穿不到了。这个是，这个是蛮可爱的小樱桃，穿了2次吧大概。这个还可以再穿，好像有这个。然后这个是人人都有、人人都需要的白色 T 恤，但是好像这个是这个这样子，不要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还有睡衣哦，这个是条纹连身衣服。据我了解，只是穿过1次而已，这个必须要有。然后这个，哎呦，非俗装，这个后面穿的会打开 ，sexy back， 有吗？这个太凉了，现在冬天了太凉了，它挖背漏洞，这个不要。然后这个，漂亮咪咪长这样，这个不要，这个太花俏了。这个 T 恤好像还蛮符合身材啊，要不然你穿。这个背心，这个这个这个就是 Be a winner， 先留着好了，这好像还可以再穿。那我们一样赶快，两件一样的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女人失心疯，每一件都一样的时候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一模一样衣服有2件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我觉得不需要买。是一个灰色的 T 恤，这个好像穿不到了，这个太好了，我需要更华丽一点的。我自己很喜欢买这种白色的 T 恤，所以我有超多白色的 T 恤。这是第1件，先给你看，它写着 Another Me， 更好的我，所以叫断舍离，再见。第2件这个也是白色 T 恤，哦 ，High Quality Personality， 不错不错，继续追求更好的我，再见。这个是 enjoy， 对 enjoy 要 enjoy your life， 所以我要 enjoy your life 就是把它丢掉，这样知道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再来这个是白色的，也是白色。我本身很纯洁，所以很喜欢白色衣服。自己讲自己笑。这个先留着好了，这个宿舍应该还穿得到。然后这个又是一件白色的 T 恤。啊，这是美少女战士的衣服，有看到一个月亮吗？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，代替月亮惩罚你，惩罚你。那我要留着，因为我要继续惩罚大家。这个黄色，哇，原来我之前是一个冰川少女，这个很凉，这个有，这个就是天黑的时候穿在身上，要不会被车撞，这个留着。还有这运动的时候穿起来，这个不错，先留着。再来这个是绿色的 T 恤，这个我觉得也可以 say goodbye 了，这个。那这是什么？我有这个girls， 这是什么？哦 girls 裤啊，好，这个感觉可以留着，因为符合我身形的。这个真的断舍离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，其实有些衣服它已经就是可以说再见，因为你看它已经洗到变超级薄的了，可是就舍不得丢，但这一次就为了这次就把它说再见吧，勇敢说再见。哦，这个裙子是裙子，有一点长，这个考虑一下好了，我只穿了1次，三角形。哇，浮夸少女来了，我是浮夸系少女，吊牌都还没有剪，吊牌还在，还没有穿过。好像还不错这个很亮，这个还没有穿过，先留着好了，先留着。哇塞，我是有多少吊牌都没有剪的衣服，吊牌都还在吊牌没在，看来应该是新的，先收起来，这个还要。袋子包装袋还装着，吊牌都还没拆，这个好像没穿过，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好不会穿这种少女，这就太少女了。少女太少女，这个犹豫小的新的三角形，它还有裤子一套的，先三角形好了。哎呦，哒，这个好少女哦，这个我觉得我穿不到嘞，它是一件，它是有裤子，看起来很方便，但是应该穿不到了，再见。哇，少女，好少女。这个好像没有穿过，这个我最近这件是，我什么花啊？女生很喜欢水花，夏天那种是那种小花很可爱，这个好非常水，反正我穿我最爱穿。这个可以留着，这个可以找，很难得找那种衣服是这种现在可以穿，那种衣服没有这样。不好，没有把衣服穿好，这个可以调，留着。这什么啊？双棉布哦。这是双棉布吗？这个要啊。哎呦，我竟然买这个嘞，买到都忘记了，这个好像还没有穿过，但是我觉得我穿不到了。
背心，有裙子，这个。哎，这件这件衣服是之前那个工作需要的时候，就节目录影时候特地买的，但是非常像睡衣，很像睡衣，不要了。这个书籍这个，好这个，哎呦，这个衬巾呢就穿那个 V 点扣上面，这样感觉蛮可爱，这个是好的。那有些衣服连那个包装袋都还来自己裁，这个是啊，这是一个小洋装啊，好浮夸哦，黄棉呢，就是哪一面？完了，这个先大家请留意一下，我想看不到。这个可以开封，经常出去玩，拿上去穿。哎，怎么这样装？这个平时出去还蛮休闲、蛮舒服的，三角形好留意一下。再看还有什么？这个现在穿就不保暖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哎呦，好重！好，这个沙发，这个沙发，这个可爱的沙发，这个沙发，这感觉现在好像会穿不走，不行。这个沙发，很多白色衣服吧。哦，这个圈圈，哇塞，腰牌还没剪呢，好像有好的圈圈，白色裤子，圈圈好的圈圈，这个圈圈没有想到，这个圈圈，哇，青岛德文军，好像还可以穿到蛮厚的，好，这个，这个裤子好像变瘦了，这个先留着好了，这个运动可以穿，先留着好了，这个先留着，平时会穿，哎，蛮多长裤的，不错，这个 hip hop，这个牛仔裤，我看一下，我这个还是留着，这个高腰可以留着。现在这个没有刷毛，这好像是保暖的，可是穿起来，好，现在我穿一下，花，这个衬衫，这个蛮百搭的，现在好像也可以穿，留意一下，这属于衬衫，我可以再穿点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裙子，哇塞，我多少吊带都能剪，这个留意一下，然后这个，我觉得女生还是有时候真的蛮浪费的，像我就是那种爱去过衣服都不爱再穿，所以呢，这个好像没得穿，这个买来没穿过，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大了，这个有点保暖，然后裤子。然后我一直留着，好像我觉得这个毛衣要穿到这个可以留着，这件我觉得这个这个是这个好，这个有点不知道，有好啊，这个当女生有时候就会实行，就是往拍的时候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衣服确切的尺寸大小，像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时代案例，然后就是太大，而且我拍来是好的，所以就厉害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变大的上衣，这个好像穿不到哎，这个先留着好了。这个呢，他买这衣服的时候发生一个小故事，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衣服会穿太多次的人，所以我带衣服都尽量把这个价格控制在大概400、500、600这个区间。然后呢，这件是我犹豫超久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破千，可惜。我也只穿了一次，但我觉得我真的再也穿不到它，就是这种会舍不得丢，可是呢又穿不到。但我们这一次要狠心的说再见。这点呢，就是呢全部都还没有拆封的衣服，所以这全部都帮我留下来，帮我留下来啊。好啦，剩什么？现在上面这边还有一些行李箱，平常出国用。可是呢，没有出国的话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杂物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我很常把那个衣服放在就是行李箱里面，然后我自己都放到忘记里面有什么，所以也趁这个机会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天哪，这个是怎样有多懒，直接塞在这里面呢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外套啊，外套。好了，这外套留着，这感觉还能穿。啊，这个是夏天防晒外套。是吗？好像可以再买更好的，可是好像可以留，这犹豫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帽 T，这件超可爱。这是知道很少那种衣服，一看就是啊，这件是我的，这件是我的。这件衣服就是看到啊，这是我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I'm not a rapper 。好啦，这件很可爱，这个先犹豫一下。这个是睡裤。真理裤，我把它留着。真理裤这样留着。这个是长版天，留好了。有绿色的青蛙装，留着。这个是厚的大雪裙，这感觉蛮实穿的，这个可以先留着。然后黑色这个，我觉得这个黑色基本款的可以留着。好，这个留着。好，这个行李箱方便，过去吧。这个外套，刚好就是换季啊，也是顺便检查一下外套够不够保暖，因为外套不够暖会感冒，比较感冒的，所以趁机也检查一下。好，这就是外套。OK， 好了，我觉得我今天非常累，我整理完我的衣柜了，我可以休息了吧？